搏命節食，瘋狂咁跑到流晒汗，個肚腩都仲係硬邦邦圓咕碌。可能你一開始減已經係減錯咗地方。其實脂肪唔係靠流汗排走，而係靠我哋嘅呼吸。最難搞嘅內臟脂肪，往往都係因為壓力同埋你對自己太過嚴謹。當你過得太緊張、太掹緊，身體就會將脂肪全部分配咗去保護內臟。你想清走呢啲囤積，我哋可以試下呢啲方法。第一，試下168，身體休息16個鐘，等胰島素沉澱落去，佢自然會識得動用你嘅內臟嘅陳年脂肪。第二，戒2星期隱形嘅果糖同埋酒精、精緻加工食物，先放埋一邊，等辛苦工作嘅肝臟有機會唞下氣、解下毒。第三步就係每餐加入優質嘅蛋白質，雞、三文魚、豆腐，利用呢啲食物幫身體一齊做嘢，等身體好似一座溫熱嘅發動機咁，幫你燃燒脂肪。第四步，唔使搏命咁做到爆晒汗，1星期3至5次嘅輕量嘅阻力訓練，留住肌肉線條先會優雅緊緻。最後一個好重要，控制你嘅荷爾蒙壓力。今晚11點前就放低個電話，熄咗欄杆，好好瞓夠7-8個鐘。第二朝起身再去曬10分鐘太陽，做個深呼吸。你要先學識放鬆，個身體會安心咁幫你將脂肪代謝走。減脂從來唔係一場身體嘅戰爭，而係一場同自己和解。試下溫柔咁對佢半個月，你會睇到改變。如果你想容易啲改變呢個習慣，留言容易 send 俾你，記得分享俾身邊同樣默默努力嘅朋友，等我哋可以一齊輕易咁趕走內臟脂肪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